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荣耀圣殿的第4讲，基督的教会。咱在圣经中间，保罗先生安尼讲，咱是永活上帝的圣殿。所以保罗先生来讲，真正的圣殿吼，毋是即个建筑物，真正的圣殿就是你甲我，咱就是永活上帝的圣殿。然后主要所引用旧约讲，我的圣殿要称作万国基督的殿。当然，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去清洁圣殿之前，看见的圣殿中间有真侪无公义的买卖，所以伊对因讲上帝的殿是要叫做万国基督的殿。所以咱若这两个经文，咱来看做伙。咱就会得到一个提醒，意思讲，你甲我，咱是永活上帝的圣殿，然后咱这个圣殿是爱称作万国基督的殿。所以，既然咱所组成的教会是万国基督的殿，咱就必须要叫做基督的教会。所以，牧师今日下早要用所读的经文。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去做一个基督的教会，这个主题。咱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教阮三甲之地，因为阮明白你的旨意是爱阮听你的话，照安尼去行。恳求你帮助阮的心安静，让主神听你的话，也照安尼去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的经文是诗篇中间的一首上架的诗，上行之诗，上架的诗。上架的诗，牧师捌甲大家解说过。就是一些人因去圣殿敬拜的时阵，朝见上帝的时阵，因为圣殿是一个山仑啊，所以因会对这山骹慢慢爬上圣殿。要去朝见上帝，因通常一边爬，一边会互相鼓励。因会用客用的方式来吟唱这上架的诗歌。通常是分做几个部分，有第一部分的人唱头前一节，然后另外一部分的人较用第二节来回应，才会唱第一节的人，用客用的方式。在进行，一边行一边吟，一边行往圣殿去，所以称作上架的诗。今日咱所读的这个诗篇134篇，是上架的诗的上尾一首，但是伊应该毋是一边行一边吟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伫圣殿做晚祭，就是宴时的祭祀的时阵，被结束的时阵所吟唱的诗歌，这种暗祭也是讲宴时的祭祀，通常会伫秋天举行。信徒因会伫圣殿中间组织敬拜，一直到下昏的时阵，祭司分哨角，通知讲这祭典已经结束啊。每一人才依依难舍。离开圣殿，回去家己的厝，就等于因要离开的时阵，因回头去看，看到有伫暗班咧伦德的这祭司，因伫圣殿中间咧服侍。当时阵有规定讲，圣殿内底爱有3位祭司，24位利未人，阁有几位这个守殿官。因伫圣殿内底爱规暝伫遐当值，一直到天光为止。所以当即阵人要回去的时阵，因回头看见要轮暗班的这个祭司利未人，准备好要开始服侍的时阵，因就甲因鼓励，因就吟即首诗的头2节讲：上主的奴仆啊，爱学了上主。所有伫民间圣殿侍奉的人，
拢爱学落伊，你爱伫伊的圣所举手祈祷，你爱学落上主。因用这首歌来鼓励这祭司，伫圣殿中间爱真挚敬圣祈祷。然后祭司再用第3节来祝福，讲愿创造天地的上主对锡安赐福互恁，愿恁通平安回去，愿因继续留踮伫圣殿内底服侍。所以当人拢离开了后，这上帝的奴仆继续接受因的使命，一直伫圣殿中间服侍到天光。亲爱兄弟姊妹，咱要透过今仔日这段经文，甲大家做伙来思考一个基督的教会的内涵。首先，咱来了解一间教会为什么要成做一个基督的教会。伫这段经文中间，伊描写的就是讲，历史已经过去啊，这个光明的时间已经过去啊。这个时阵，黑暗来临，规个黑暗掠砍整个世界，人拢离开啊。但是上帝的奴仆也伫圣殿中间，用祈祷充满上帝的殿。伫这段经文中间，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伊是安尼写：伊讲耶和华的奴仆，每时徛踮伫耶和华的殿中，领着学乐耶和华。伫这内底有2个词，咱来注意。一个是每时，每时是代表啥？每时是代表暗时已经来临，众人拢回去咧休困啊。众人拢休困，就是人若困去，就袂警醒嘛。所以就是众人拢无咧警醒的时刻，其实也代表上界黑暗的时刻。然后，搁另外一个字叫做“徛”，徛是代表警醒。因为一般人除非做特别的人啊，无人会当徛咧困去的。所以徛就是代表警醒。所以这耶和华的奴仆，上帝的奴仆，因伫上界黑暗的时刻，众人拢困去啊。众人拢无警醒的时刻，因犹原警醒咧祈祷。所以这互咱一个真好的信息。祈祷是伫咱个人生命中间，或者是教会发展的中间，上界黑暗的时刻，是上界需要祈祷的时刻。因为黑暗会互人爱困，黑暗会互人惊吓，但是祈祷会互人警醒，祈祷会互人勇敢。互人会当透过祈祷平安经过这个黑暗暝。亲爱兄弟姊妹，咱如果来看今仔日的世界，大概是有史以来算作是介黑暗的时刻。咱看见着世界拢充满了战争、纷争，真济无公义的政权、无公义的代志。犹原伫即世间发生。咱若对教会角度来看，即马嘛是一个真黑暗的时刻。过去台湾的教会教士一直退步，疫情了后，教士的调查，毋知大家有注意无？我有参考一份即个资料，这是社团法人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教会发展中心因所做每一档所做的调查，因逐档拢会做调查，因调查5000几间的教会，台湾教会，因分析对2017年的疫情进程，一直到2022年，咱台湾伫即5档中间，教会
基督徒的总数衰退44%。伊讲，若用理论上较正确的会友数的推估来计算，衰退差不多49%，接近一半。特别疫情了后，伫实体的聚会中间，真侪教会拢退步。咱教会嘛是拢一直还未恢复，大多数的教会拢退步差不多30%，咱教会是差不多20%所以即马大概是台湾教会咧继续咧衰退的中间。毋单是咱台湾的教会啦，世界教会拢是，这是普遍的现象。甚至伫咱亚洲中间，一向教势上界发展上界紧的韩国教会，最近即几冬嘛退步真济。我有去听即个浙南教会有一对韩国的宣教师，因咧分享韩国的即个宣教的情形。韩国的教会嘛，最近嘛退步真济，退步上界济就是韩国的长老教会。伊讲有一个数字互因感觉真惊吓，就是社会民众对无共款宗教的信任度，竟然基督教会是排上尾。这拢是咱爱警醒的所在，拢爱反省的所在。所以，伫即款世界、即款教会上较黑暗的时刻，咱更加应该用警醒祈祷来互教会度过即个黑暗面，听候天光的来临。因为祈祷会带来改变，祈祷至少会带来3种影响：第一，会当互咱每一个人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啥物；第二，会当互咱明白咱家己的责任是啥物；第三，咱会当得到实践的力量。所以，牧师爱拜托大家，真心爱为着教会祈祷，用祈祷来帮助咱正教会度过这个黑暗的时刻。如果大家有这款的明白，咱继续来看。咱看见到伫这段经文中间，这是伫圣殿中间，因爱举手祈祷，举手代表敬虔，举手代表要将祈祷充满整个的圣殿。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嘛安尼讲：上帝讲，我要带恁到我的圣山锡安，互恁伫我的祈祷的殿中有喜乐，而且接受恁伫祭坛顶面所献的烧化祭甲圣祭。我的圣殿要称作万民祈祷的殿。所以上帝讲，伊的殿要称作万民祈祷的殿，就是教会中间爱充满祈祷的人。祈祷这件代志是上帝所欢喜的，是因为咱教会一定会当充满祈祷。万咱每一遍聚会，拢用祈祷充满整个教会。现在兄弟姊妹，大家毋知有甲我相款的望，咱上人教会爱才做一个祈祷的教会，因为一间教会营造迄个属灵的气氛是非常重要的。咱拢有同款的经验。如果咱若进入一间什么款，有一款什么味的房间，咱就会沾染到迄款的气味。比如咱去食火锅，出来就是迄个火锅味；咱去食迄个炭烤，出来就是迄个烧烤的味，对无？我大学的时阵吼，迄阵无啥物网络啊，就是拍球啊、运动成大附近上界济就是两种店，一种是咧 copy 的大家拢去 copy 资料一种就是弄邮件
所以迄个时阵吼，我嘛真爱去撞球场练习啦吼。但是我每一遍吼，若一转去吼，我妈妈就知影我去倒位，就知影我去撞球店，因为身躯拢有迄个薰味啦。我家己无食薰，但是撞球店内底人拢咧食薰，自然而然就有迄款味啊。吼，所以咱入去一间有气味的房间，自然而然，咱就闻到迄款的味。相反，一间教会，你若充满了属灵的味，进入这间教会人，就会当感染到迄种属灵的味。咱看一般的信仰啊，伫寺庙内底吼，要安怎表现信徒的敬虔？咱拢讲这间庙宇香火真旺，香火旺表示信徒多，大家敬虔敬拜。入去这个香火旺的这个寺庙内底，就染到迄个香的香味。咱的教会内底，咱无用香敬拜，但是伫教会中间，信徒的祈祷会带来一种亲像香的迄款属灵的气氛。拄则咱所读的第2段经文讲，愿我的祈祷若亲像烧香的烟，请到你的面前。咱若看启示录，安尼讲每一个长老拢摕着琴，甲填满香的金炉。这个香就是信徒的祈祷。咱若继续看去，看到这段经文，咧讲正信徒的祈祷，就亲像香同款，达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咱来明白，全体信徒的祈祷，确实会当为着咱教会带来属灵的气氛，互人受到影响。真出名的布道家叫做司布真，伊牧养一间真强搁有力的教会，是间祝福别人的教会。有人就咧问讲：你牧会的秘诀伫倒位？为什么恁的教会会当安尼世界去传播福音，带互遐侪人祝福？教会教师一直咧进步，伊就带因去看。伫每一个礼拜日早起时。清早的时阵，伫教会的地下室有700个兄弟姊妹，大家组织伫教会地下室，咧为着教会咧祈祷。伊把即群大道勇士称作教会发电机啊，因为迄是教会能力的来源，祝福的来源。咱双连教会发电机吼。抑阁发电个发无真济啊，所以请大家拢来为教会做即个发电机。无论咱伫小组的聚会，咱伫诗班的练歌，咱伫团契的聚会，咱伫任何一个聚会、私底下的聚会，也是讲伫咱教会家己拜时所举办的全教会祈祷会。咱拢用祈祷做中心，咱咧聚会时阵，至少半几十分钟出来教会为着社会来祈祷，互咱的教会变做一间祈祷的教会。因为祈祷的教会会带来真大的稳定，所以牧师期待咱爱学习祈祷，爱不住祈祷，利用各种机会来祈祷。这种祈祷会产生一种效果，咱看见到，伫这群祈祷的祭司甲利未人，面对百姓对因的鼓励了后，因来回应讲：愿创造天地的上主对锡安赐福予你。因知影，因只要警醒，当因用祈祷充满上帝殿，因就有能力为别人带来祝福。祝福是一种权柄，是带有能力的。警醒佮敬虔的祈祷，充满咱的教会，咱的教会就会当成做一个充满上帝稳定的教会，是一个会当祝福人、互人生命、互人稳定的教会。牧师是非常
较无力的教会，真正通变做一间基督的教会。安尼，教会的大细汉代志，咱用基督交托给上帝，互咱的教会营造迄款真好的气氛，就是一间祝福人、荣耀上帝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教阮三甲之地，教阮安怎祈祷，互阮喜爱祈祷，欢喜用祈祷服侍人、服侍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